师兄贤弟，你讲些什么？杨林国，你为何这样的打扮啊？哎，我这样的打扮不好吗？你这样的打扮与常人不同，倘若被人识破，岂无了大事？嘿嘿，你小小年纪，动不动就教训旁人，这绿林中的饭，弟兄我比你多吃了几年。难道是这座细作的狗汤，我还不如你吗？嘿，你是与兄打扮的不好，嘿，那么你呢？小弟探听清楚，今日乃是自家庄的吉日，未曾装扮巧妇。有人谈问，就是他庄内卖柴的。哎，我这向我发誓的打扮，如同天神一般，下也把他们吓跑了，哪里还敢盘问呢？只怕未必吧。哎，弟兄之事，你要少管，还是定庄，哎，要我紧呢。杨令国，你几时回去？自然是遵照宋大国的将令，日落之前就要回去。这朱家庄的士行将甚难攻打，小弟要探听清楚，方能回去。你回去之后禀报宋大国，就是小弟若不回去，千万不可贸然领兵的。看你刚刚上得山来，就是这样自高自大、目中无人。怎见得？想那宋大国乃是山寨之职，难道是他用兵还不如你吗？有道是临时而居，好谋而真诚。好，我不与你多讲，我还是进庄要我紧呢。回来，回来！哎呀，
是死路一条。听着，回不听是受先帝之言，误入这歧路之中。哎呀，哪怕有人来了，待我用言语惊吓于他，将他们之命现状的道路。太上老君，无量寿佛！站住！干什么的？他乃张天师弟子，向我发誓誓言。你要上哪儿去？听到云游四海，记忆庄中有一道杀气，特地前来与你们消灾降福。我们庄子有灾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此乃天机，不可泄露。这一汉子，你若指明我进庄的道路，我保你全家安泰。要想进庄成，得让我搜搜你。俺乃神仙附体，你是阉人搜的。既是神仙护体，为什么连道都不认识呢？走，好。过去吧。哼，凡夫俗子，不与你们一般见识。我还是定庄要紧。等等，这牌子也得搜。此乃神牌，内有灵符一道，你是焉能搜得？今儿是一定要搜，我劝你不搜也罢。我是非搜不可。好啊，你真他！有的，随我来。跑！他是哪儿去了？三少爷那儿领上去。嘿！
歇息再走。好，歇息再走。老伯，请坐。好。请问老伯，贵姓啊？老汉我父亲中的，乡亲们都叫我中的老。哎呀，这倒巧了，小人也父姓中的，名唤三堂。哦，这次是来我们是当家子啦。是啊。老伯，入大年纪，亲自巡查，家中竟有亲人了么？才不要提起，我有个儿子，名唤钟义群，被抓去与梁山打仗去了。与梁山打仗啊！那梁山势力浩大，你们小村坊焉能抵挡啊？你是哪里知道？我们这里强作之家壮之朝奉有3个儿子，知龙、知虎、知彪，个个武艺高强，还有个铁棒教师黄金玉，会应计，会摆阵势。哦，会摆阵势。我们这里还有2千名会打仗的庄客呀！哦，2000名会打仗的庄客。来，你来看，这就是只家庄。城高水深，城外有3道石墙，十分的坚固。此庄倒也坚固。这话不算，从庄里到山下，共有20里。20里。那些不是入侵之人，若是走不了心呢？去。好似进了阎王殿是休想吃去。为何如此难走啊？这就是盘陀路啊！哦，盘陀路。哎呀，老婆，小人只知卖柴，哪里晓得什么路径？倘若误入盘陀路中，被人打祸，只恐性命难保。可怜家中老婆丢人奉养了，老婆婆，你知我一条生路，你救我母子一救吧。老婆，你要救我，你要救可怜我救主我年轻，可怜我外差行为谋事，可怜我出关的兵困难，可怜我命里难存活。哎呀，老伯哪里是东城门将为错？你的恩德。
弟们，新庄启程。哎呀，糟了啊，糟了啊！怎么糟了？文教师带领庄客把守庄口，不让行人吃了。老婆，你要救我一救。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！就你在你我同宗的坟上，你就在老汉家中放灵一时，等平静了再走。多谢老婆带我漂亮拆弹，请老婆头天也能。命你带领本部人马一为接应
祝家庄的众百姓们听着，那梁山贼兵来到咱们庄前山下，要攻打咱们的庄子。祝太公有令，各家各户不准出门，谁要是敢泄露盘陀路的机密，就杀他的全家。小人最怕打仗，万年依然交手，快将盘